朋友，你有冇諗過，生命嘅意義係咪淨係咁？每日營營役役，為生活奔波，但其實，我哋嘅存在，係有住一份更深遠、更神聖嘅目的。神對我哋嘅生命，有住一份你可能從未想象過嘅更高期望同呼召。神因為太愛我哋，所以將我哋從世界中分別出嚟，要我哋成為佢嘅子民，佢國度嘅一部分。呢個唔係重擔，而係一份榮耀嘅邀請。佢希望我哋嘅生命可以反映出佢嘅聖潔同慈愛，成為世界嘅光同鹽。聖經喺利未記21章12節提醒我哋，他在神的殿中，不可褻瀆聖物。我哋嘅身體就係聖靈嘅殿，呢份呼召，係要我哋用一份分別為聖嘅心志去活出每一日。願我哋都能回應呢份愛嘅期望，活出蒙福嘅生命。阿門。